冇咗稱讚嘅部分就話，我幫完人啦，然之後咧我就學識助人為快樂之本嘅道理，寫咗呢度直接跳咗去第三點。冇呢一 part 咧係計分嘅，贏出呢個全班最高分呢一個名銜嘅第一步。你揀嘅題材越獨特，即係其他同學咧冇發生過呢件事，得你發生過，咁你成功幫到嗰個人咯喎。你得到點嘅稱讚先？唔好寫開心，寫心花怒放嘅時候咧，條眉毛喺度戚戚下咁樣樣啊，係嘛？喺度笑嘅時候起上眉梢啦，係咪？嗰個母親好狼狽啊，完咗，跟住我就去幫佢啦。佢點樣狼狽先？有冇咩動作顯？千鈞一髮，用一條頭髮吊住千斤重嘅物品。佢呢個成語本身係誇張嘅成語嚟嘅，寫得好又唔係喎，寫得唔好又唔係喎，中中間間啦，普普通通啦。所以咧，點解黃老師同你哋講，如果你要高分咧，你一定要加啲高潮落去。個高潮就係呢一段啦吓。點知咧，我嘅任務仲未結束，佢竟然仲問我附近有冇啲值得品嘗嘅美食。